4年一度嘅全運會就快到啦，全城都掀起一股運動熱潮。想免費帶小朋友去放電，就要嚟 FWD Max 搞嘅首個 Max 全民運動嘉年華啦！我哋一入場就首先衝去玩4大動能挑戰營，考驗下新手。第一關係閃燈對決，要喺限時之內鬥快拍熄晒着起嘅燈，非常考驗反應速度啊！跟住係一頭入雲，目標係將所有波拋入桶，睇落簡單，但係又準又唔彈翻出嚟先至算成功㗎。呢個反應 Max 棒力賽超刺激啊！總共有10支棒會隨時跌落嚟，要好考眼明手快同手腳協調能力先捉得晒嘅。最後當然唔少得投籃神手，喺限時內入得越多波，分數就越高。玩完4大挑戰熱完身就到戲郁啦，就係呢個超過3000尺嘅 Max Power 彈跳訓練場。彈跳訓練場入邊仲有好多唔同關卡，我哋梗係全部玩勻晒啦。其中2個必玩嘅，首先係呢條6米長足球不跌衝力滑梯道，由高處一滑而下，刺激感十足。之後再去埋跨越力訓練部，要手腳並用先可以靈活跨過巨型滾輪同唔同嘅障礙。至於其他關卡有幾好玩，我哋就賣個關子先，等大家親身嚟發掘啦。想好似我哋咁玩盡9大爆汗體驗區，只要登記成為 FWD Max 會員就可以免費入場入玩噶啦。活動去到11月14日咋，快啲約埋朋友家人一齊嚟爆汗放電啦！